查拉米亚，我的汗。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都听说了，他们要推举图尔扈特新的汗王了。这是图尔扈特人的事，和你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难道图尔扈特人还能有第二个乌巴西汗王吗？他们应该为这个决定感到羞愧。连你都在一旁蛊惑，看来韩国内部真是一片混乱了。汗，吃肉的牙长在嘴里，吃人的牙长在心中。你怎么能相信俄国女人呢？这真是一个悲剧。汗，是他害了您，给您蒙上了羞辱。我就是不明白，您对他那么好，可他为什么那么没有良心？他的走，我也有责任。那天夜里，我骂了他，是我没有看管好他。汗，如果下次我再见到他，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闭嘴！既然连你都相信，你也走吧，回到俄罗斯你父亲的身边去吧。汗，我对不起您，都是我的错，用您的鞭子惩罚我吧。可是，求您了，汗，千万不要把我赶走，我永远追随您，直到生命的消失。你走吧。娜塔莉亚此行结果到底会如何，我也没有把握，只能静静地等待。这真是一种煎熬。况且我知道，贵族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他们正在谋划针对我的行动。韩，策伯克，你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思去办了。我执行扎尔固会议的决定。您还有一点时间。乌巴西，乌巴西，图尔扈特汗国的扎尔固会议决定收回您代理汗王的权利。新的可汗已经产生，我代表扎尔固会议
同时代表全体图尔扈特人的利益，向您宣布，从现在起，图尔扈特汗国的权利。等等，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推举新的汗王了。是对的，娜塔莉亚·尼古莱耶娃，娜塔莉亚，依靠自己特殊的身份，还是赢得了图尔阿里汗的信任。图尔阿里汗同意，在女皇复信到来之前暂缓军事行动。图尔扈特人因此赢得了比什么都宝贵的时间，可以等待后面的族人赶上来，也可以调整与部署好兵力。女皇跟在我们后面，一直和我们保持着3天路程的距离，所以信件往返需要6天的时间。努尔阿里汗已经答应了这些条件，就是说图尔扈特人争取到了6天的时间。老衲觉得时间足够了。眼前的事实证明，娜塔莉亚又一次拯救了图尔扈特人。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得益于她的帮助，可是一个俄国公主和图尔扈特人站在一起，对抗她的国家，这种行为仍然令人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不再讨论了。索伯克，给你5天的时间重新集结和调整兵力。第6天黎明前，我们发动袭击。好，就照你的意思办。这件事关系到韩国的生死存亡，一定要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能走漏半点风声。韩，我决定撤销扎尔固会议做的决定，请您原谅我们的愚昧。为了维护图尔扈特的最高利益，扎尔固的决议不能撤销。在回到故乡之前，这个决议一直有效。韩，我不同意。那也觉得不妥。我不同意。万一我发生不测，图尔扈特不能没有汗王。娜塔莉亚从俄罗斯人那里证实，俄罗斯人又重新控制了阿萨赖。这意味着大士敦和约纳斯都，他们都战死了。韩，请允许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个时候阿瑟雷出现在图尔扈特人的面前，那将是我们的灾难。不错，俄罗斯人是在利用他来动摇和瓦解我们图尔扈特人的意志。我们当前处境艰险，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图尔扈特人前途未卜。是的，他们不会放弃对阿瑟莱的利用，一点点的意外都有可能影响到图尔扈特人的未来。但愿我们能成功的突破哈萨克人的堵截，到那个时候，俄国人就永远也追不上我们了。让佛祖保佑我们图尔扈特人吧。哈达有2个鄂图克的兵力，很完整，几乎没有损伤。他们的到来会加强我们的攻击力，就让他们当突袭哈萨克人的先锋吧。是的，汗王，最要紧的是不能泄露我们的计划。计划一旦泄露，我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不，无论如何，我们图尔扈特人都不会绝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死亡沼泽地也是我们的选择。
我的汗，看来您并没有完全排斥死亡沼泽。是的，如果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的话，那儿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您是对的，我的汗。封锁所有的乌鲁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境。是的，汗王，贵族将严格执行您的命令，他们将承担责任。我们的偷袭计划不会泄露出去的。现在图尔扈特人的营地只有一个人，不是图尔扈特人。你说的是娜塔莉亚？是的，他现在几乎成了图尔扈特人的保护神。哎，瑟楞走了吗？瑟楞带着他的人去了哈萨克人的营地，您不该同意的。他们有这种权利和自由。是，汗王。汗王，我跟图尔扈特人打了多年的交道，对他们有很深的了解。他们既然为了东归，不惜对抗强大的俄国，那就绝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计划。是什么意思？您想过没有，沃巴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给女皇陛下写信呢？因为他们无法突破我们的堵截。可是我担心的，这正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呀。如果不是看在俄国公主的面子，我是不会答应乌巴西的任何请求的。别忘了，是你们的公主为乌巴西做了保。别克多夫先生，您怀疑公主殿下？不，我怎么能够怀疑尊敬的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呢？我只是觉得您不应该让公主殿下重新回到那些图尔扈特人的中间。你以为我是谁啊？俄国皇帝？哼，别克多夫先生，我看你真是被自己的罪过给逼糊涂了。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俄国人会愿意小镇哈萨克的汗去强迫俄国的公主。实话告诉你吧，我才不在乎沃巴西怎么想。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俄国人，所以在没有得到俄国皇帝的指示之前，我当然要听俄国公主的了。她执意要回到图尔扈特人中间，那是她的权利和自由，除了女皇，没有人可以阻止她。难道要我藐视俄国公主，听您的？哎呀，汗王，我并不是。汗王，汗王，有一支队伍从图尔扈特人的阵地朝我们开过来了，准备作战。汗王，他们不像是来作战的，他们还带着辎重和牲畜。是舍楞将军。我知道他，去年秋天他从这里过去，说是得罪了满清的皇上，要去投奔俄罗斯。哦，是这怎么样。和图尔扈特人一起又要返回去？哦，是这样。他在俄国犯下了罪恶，得到女皇陛下的赦免。可是他却恩将仇报，反过来帮助图尔扈特人和俄国作对。你要当心舍楞，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安好，尊敬的努尔阿里汗。您好，去年秋天刚过去，今年冬天又返回来，怎么，您这是老场呢？我想，也许只有一块草场能容纳舍楞。我带着我的族人来投靠哈斯克的。哦，是吗？舍楞将军，请您告诉我，那些准噶尔人为什么要离开同属维拉特部的图尔扈特人而投奔我们哈萨克呢？说来话长了，努尔阿里汗，我能不能在您的汗帐里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当然可以，不过我只能让你一个人进来，您的族人得留在原地。好的，努尔阿里汗，请。
舍楞将军，您想用什么行动来保证您的诚意呢？别克托夫先生，您给我闭上嘴！我投奔的是哈萨克人，不是俄国人。可这里也是俄罗斯权威涉及到的地方啊。别克托夫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身份，您仅仅是我的客人，不是俄罗斯在哈萨克的代表。我当然可以用我的行动来表示我的诚意。如果努尔阿里汗此刻下令杀了你，我会立即执行的。这一点你很清楚。您太无礼了，太无礼了！您看，您当然会的，舍楞将军。难道您不了解舍楞将军的性格吗？他说到做到。别克托夫先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请您离开这儿，因为现在不存在你所关切的图尔扈特人的问题，这只是哈萨克人和准噶尔人的事情。我们双方当然都不希望有第三者插在中间，这样我们会感到很不舒服的。您请吧。好吧，尊敬的，努尔阿里汗，我现在告辞了。舍楞将军，昨天晚上俄国公主带着沃巴西写给女皇的信来到这里，在信中，沃巴西表示愿意以退位换取女皇对图尔扈特人的放行，这您知道吗？这是图尔扈特人自己的事情，不过这一切都没用。女皇不会同意图尔扈特人返回家乡，图尔扈特人也不会答应女皇返回伏尔加河的要求。努尔阿里汗，您心里也清楚，图尔扈特人现在面临着毁灭，他们已经无法突破哈萨克人的阻截。如果返回故乡，他们也只有一条路，进入死亡沼泽。这条路您很清楚，只有进去的路，没有出来的路。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现在处在最危难的境地。是的，可您却抛弃了他们。我们不是图尔扈特人，可你们都是卫拉特人。正因为如此，我得罪了女皇，去帮助了他们。不过，我只答应把他们带上通往故乡的路。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怎么回到故乡，我对他们的承诺已经完成了。至于他们怎么回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可您心里很清楚，他们是回不去的。所以我才来到了您的领地。准噶尔人可以帮助图尔扈特人，但不会和他们一起毁灭。图尔扈特人为之流血牺牲的目标和准噶尔人没什么关系。再说，我们从中国出来就没有打算回去。是啊，终归是图尔扈特人的事情。不过，沃巴西同意你们离开吗？我明确地告诉了沃巴西汗，图尔扈特人的事业不是准噶尔人的事业，我不会和图尔扈特人一起毁灭，所以我来投奔哈萨克。他同意了。如果没有他的允许，准噶尔人一步也离不开图尔扈特人的营地。好样的，沃巴西汗，连我都愿意为这样的人效力。告诉我，沃巴西是什么样的人？有勇气和强大的俄罗斯对抗的人，当然是英雄。你说的不错，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图尔扈特人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真不该和俄罗斯对抗。我倒真想会会这个了不起的英雄。舍楞将军，您说他能答应我的邀请吗？只要您是真诚的，我想沃巴西汗会答应的。好吧，我答应您的请求。
收留准噶尔人，成为我们哈萨克的一部分。好，谢汗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讨厌别人和我提条件，特别是我的属下。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成为您的属下，努尔阿里汗。舍勒将军，准噶尔人还有讲条件的本钱吗？但是准噶尔人还有尊严。我欣赏你的直率，请说。准噶尔人不能和图尔扈特人作战。不行，我早听说了准噶尔人的作战能力。我之所以接受你们的请求，是出于对一支精锐军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缺少看护牛羊的牧人。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儿，去寻找新的牧场，我绝不会阻拦你。努尔阿里汗，虽然准噶尔人现在没本钱谈条件，可请您为他们保留一点尊严。我只答应在哈萨克人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图尔扈特人的时候，可以不让你们和图尔扈特人发生战斗，但是你们将作为预备部队出现在战场上，你能答应吗？好吧，我答应。其实啊，你心里很清楚，图尔扈特人已经没有能力战胜哈萨克人了，您的顾虑是可以避免的。啊？汗王，一封信函。努尔阿里汗邀请我去他的帐篷里做客。他派来的人就在老营外面，我现在就去告诉他，您拒绝努尔阿里汗的邀请。等等，汗王，您在找我们啊？哈哈，舍楞将军，我已经向沃巴西发出了正式的邀请，请他光临我们的营地，我将在汉帐设宴招待他。您认为怎么样啊？啊，我很敬佩您的气度。我想这样的会见是有益的，它会改变一些事情的。不，舍楞将军，我理解你的美好愿望，不过什么都不会改变的。我只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兴趣，仅此而已。是的，汗。啊，你随我接待沃巴西，因为你们毕竟是熟人嘛。好啊，我给他的邀请信中充满了真诚。我愿意相信您对他的评价，他会接受我的邀请的。啊，舍楞将军，我们喝酒吧。好，请。当然，接受他的邀请，那就等于是给我们的计划又上了一道封条。可是我的汗，如果这是个阴谋呢？哈萨克人也许会扣押你，他们会说图尔扈特人的东归和他们毫无关系，阻截我们不过是在满足女皇的要求，所以女皇的态度决定一切，他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再说了，6天的时间是努尔阿里对俄国公主的承诺，这一点，我想他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我的汗，您千万别忘了，别克托夫就在努尔阿里身边。他不能左右努尔阿里，否则，舍楞就得不到哈萨克人的安置。也许凭我们2个人的智慧还不足以保证您的判断。可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任何一点点的意外，都将会导致我们全盘皆输。你说的不错，策伯克。汗王，是不是应该听听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建议？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
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索布克，假如发生了意外，扎尔国的决议立刻发生效力，你将接过去图尔扈特汗国的最高权力。您放心吧，不会的，您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汗王。但愿如此。可我们都清楚，在这个时候，图尔扈特人一刻都不能没有领头的羊。汗王，佛祖会保佑您的。还有一件事情，把查勒米亚带到你的乌鲁斯，派人把他送出去。可是汗王，是您亲口答应让他做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厨娘的。另外，汗王，好像巴莫巴尔跟查勒米亚的关系，你相信吗？他要是不走呢？那就让他远离巴姆巴尔吧。那好，巴姆巴尔的工作由我来做。不，只要他们不触犯东归路上的法典，这件事情就由他们去吧。因为她毕竟是我好友安德烈的亲生女儿。是，汗王。你们不要反对，我有我的安排。哎呀，这不行啊！这个不能让他进来呀！这个人杀人不眨眼，是。现在他是我的梦中之鳖，他是个杀人的魔王，怕他是不敢来见我呀！你们不要反对，不能让他进来。这怎么能汗？不行！图尔扈特汗王沃巴喜已经到了营地外面。你下去吧。是。您说的没错，舍楞将军，沃巴西果然没有拒绝我的邀请。这一切都是汗王的努力，是您的诚意感动了沃巴西汗。是沃巴西汗。安好，尊敬的努尔阿里汗。您好，沃巴西汗。能得到您的邀请，我深感荣幸。谢谢您的圣训。您好，沃巴西汗。你好，舍楞台吉，愿你一切如意。谢谢您的祝福，努尔阿里汗给了我最好的待遇。我现在已经是哈萨克的臣民了。你们也该过安定的生活了，从此安居乐业吧。是的，沃巴西汗。沃巴西汗，到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地方，连个卫士都不带，难道您真就没有一点担心吗？我是接受邀请来做客的，我相信在牧人的帐篷里，他们的客人是安全的。当然，如果是作战的话，我会带上所有的图尔扈特军团。说得好，我的朋友，请放心，努尔阿里向你保证，在我们哈萨克人的营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卫士。请。省长阁下，什么事儿？沃巴西进入了哈萨克人的营地。沃巴西汗，您告诉我，伏尔加河沿岸的草场辽阔丰饶，图尔扈特人为什么要离开那里，踏上这艰险的道路？难道仅仅是为了回到故乡？可是，100多年前，离开故乡，迁徙到伏尔加河，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努尔阿里汗，如果有人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人改信东正教，你能答应吗？这是对哈萨克人的侮辱，当然不能答应。如果有人几乎每年都要征调您的哈萨克青年，去替别人牺牲作战，您愿意吗？
请说下去。如果有人为了控制您的小帐哈萨克，要把您的儿子和300个哈萨克贵族的儿子作为人质带走，努尔阿里汗，您会怎么样？我明白了，可是我不能和您比。您有自己的祖国，不顺心的时候，可以离开俄罗斯，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我只有这块草原，所以，请你原谅。有时候，我不得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我能够理解。当然了，如果我是您，也会做出您现在的选择。我巴西汗，我们都是游牧民族，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仇恨。可是，我不得不对你宣战，这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当然希望你和俄国女王的矛盾能够得到和平的解决。可是，您知道，我是不会放你们过去的。是的，图尔扈特人也绝不会返回去。如果女皇拒绝了我的条件，我想图尔扈特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战争那就不可避免。那就用你们的力量冲破我们的堵截吧，和图尔扈特人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对你们也许是不太公平啊。不公平的是，您和我都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您想想，图尔扈特人和哈萨克人还得付出多少人的生命？难道这一切必须取决于俄罗斯女皇吗？别克多夫省长到。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我并没有邀请他。为了避免不愉快，我不希望你们两个这个时候见面。可是您瞧，我倒觉得没什么。别克托夫省长到了。您好，我巴西汗。您好，别克多夫先生。我的老朋友，您给我出了一个难题，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别克托夫先生，你还是找个地方坐下吧。谢谢。别克托夫先生，图尔扈特人不堪忍受欺压，决意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怎么就成了您的难题，让您感到尴尬了？我的朋友，现在辨清是非已经没有意义。您瞧，图尔扈特人只要越过努尔阿里汗的防线，往下就能够顺利地抵达中国的边界。所以此时我并不想说服你，因为我认为这毫无用处。希望如此，别克多夫先生。但愿你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这些美味佳肴上。尽管没有得到尊敬的努尔阿里汗的邀请，可我还是来了。从图尔扈特人的反叛到现在，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可是，在这个时期，所有的美味佳肴已经不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幸运的是，我的大脑却变得聪明起来。别克多夫先生，我对您聪明的大脑没有兴趣。现在，我是邀请沃巴西汗，请不要把这种欢乐的气氛变了味道。如果这些美味佳肴丝毫不能打动您的胃口，也许现在，你该去寻找更有趣的事情。好的，努尔阿里汗，我很快会走的。我来这里只是向您提供一个重要的建议，也许他已经滞后了。请吧。扣留沃巴西汗。我说的是扣留，
并不是伤害。既然俄国公主可以留在图尔扈特人的营地，那图尔扈特的汗王为什么不能留在哈萨克人的营地呢？这种暂时的交换显得很公平。几天以后，等女皇陛下的复信到来了，无论结果如何，到那个时候，我们至少可以用沃巴西汗交换回公主殿下努尔阿里汗。除了阻挡图尔扈特人的东归之路，你还应当保证公主殿下的安全。假如女皇陛下不答应图尔扈特人提出的条件，那就意味着战争。到那个时候，您用什么来保证公主殿下可以从图尔扈特人那里安全的离开呢？万一公主殿下遭到不测，您又怎么向女皇陛下交代？我的朋友，请您理解，这是公事。我终身为俄罗斯服务，所以对努尔阿里汗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您谅解。我的朋友，他的到来是您的一个意外收获。用沃巴西汗的生命保障公主殿下的安全，您就不再会被动了。好吧，别克托夫先生，您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就扣留沃巴西汗。尊敬的努尔阿里汗，我深信不疑，您的智慧足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势。不过，只扣留1个晚上。您这是什么意思，汗王？沃巴西汗，我们有共同的习惯，喝酒一定要尽兴。接待您的盛宴将会通宵达旦。您明天一早走。当然，我很愿意。不能，您怎么能这样做？我高估了你。我曾经尊敬过的汗。你可以随便评价我。好了，好了，我告辞了，请便。谢谢你，沃巴西汗。俄国人永远不会明白游牧民族的习惯和规矩。没有一个牧人会在他的帐篷里粗暴地对待自己邀请来的客人。沃巴西汗，虽然他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怎么能轻易改变我自己的承诺呢？我说过，在哈萨克人的营地，所有的哈萨克人都是你的卫士，卫士的责任就是保护好自己的主人。努尔阿里汗，我始终不怀疑您的承诺。好，贵族们，举起你们的酒杯。今天我们要大口大口的喝酒。行。来呀！李子皇兄，马爷死呗。别动！我是沈浪。快去吧。是。汗王，战场上出现一支图尔扈特人的军队。努尔阿里汗，这其中肯定另有缘由。我向您发誓，这绝不会是一支作战的军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可是这需要证实。